後來鄉親啊，今仔日農曆的6月24是關聖帝君的聖誕，到台北行天宮拜拜的人是吵。進場參拜的方式嘛真特別，所有的人攏遵照着三步一跪的禮儀，表達對關帝爺的敬意。信眾大家樂堂三步行線跪佇咧塗骹拜，一年一擺三步一跪的禮儀，就是為了慶祝關聖帝君生日。4號這天，台北行天宮湧入了大批信眾，用跪拜的方式向關聖帝君致上最高的敬意。鏡頭翕到齊的信眾攏雙手合掌，手無提香，有的家己傳祭品，2禮目睭客講細聲話，真心感恩，用心香敬神。我來這邊可能超過20年的時間了，我每個禮拜一定固定會來，那不錯了，你們心誠則靈了，你們可以許個願試看看。祝大家攏平平安安。事業成功，家內平安，大大細細這囡仔攏都讀書。行天宮為祈福抄寫經文，短幾工數量178萬份，算是人類的香火興旺。從昨天就已經非常多的信眾來跟恩主公提前祝壽，那今天再加上昨天晚上通宵開放，其實有將近10萬的人數進出。同款為着慶祝關聖帝君生日，桃園百年大廟大溪普濟堂佇咧昨暝舉辦慶典邀請，星橋行入大街小巷鑼鼓喧天，講是當地人第2過年，民間慶祝傳統信仰，虔誠無分南北，大家攏信心拜拜。